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James。有啲客人咧，如果揾開3房咧，覺得個總價冧心太大咧，但係又2房又差個功能房，點算咧？今日帶大家嚟到呢個晉成峰咧，參觀一個2房半嘅單位，而且一個向南嘅單位。晉成峰呢邊咧就比較近地鐵站啦，而且咧喺我哋呢區咧叫一個比較稀有嘅半新屋苑嘅小區。咁入到嚟單位咧，首先左手邊咧係一個緊處嘅設計啦，都係保留翻當時有發展商嘅交樓標準。咁啊，客飯廳採用咗長席廳嘅設計，客飯廳分明。咁喺梳化位置咧，望出去咧可以見到呢個對面佐治五世公園，同埋呢個向南嘅單位比較開揚。呢個單位咧嘅實用面積係554尺啦，係一個2房半嘅設計。首先入到睡房區嘅右手邊咧，咁我見到咧呢半個房就係一個工人房啊，或者雜物房啦，咁都係有窗嘅。咁左手邊嚟到呢個細房啦，咁可以見到咧都有一個窗台嘅位置咧，可以多啲空間去利用。再嚟到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同樣有一個大嘅窗台位置啦，可以擺放雜物啊，或者一個覺得個睡房嘅空間唔夠咧，可以做啲櫃啊上去。咁同埋呢邊咧配備咗一個 L 型嘅轉角窗啦，增加呢個採光度啦，同埋望翻前面好開揚嘅佐治五世公園景觀。